观众朋友，今日个节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我哋今个客家话嘅使用嘅情形吼，喺去年我哋客家委員會又公布一個全國客家人口老語言嘅基礎調查研究地步，都發現到講，因為對客家嘅一個身份嘅認同，嗰時我哋全國嘅客家人口越來越多。但是個擔心嘅係，因為可能係因為時代嘅一個教育嘅問題，冇得講因為社會嘅一個改變嘅問題，我哋更加用客家話人口越來越少。嗰時變成講我哋客語流失，變成一個最重要、一個最嚴重嘅問題。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係來自我哋台南新市國小嘅蔡明麟先生。蔡明麟先生咯，伊本身都把我哋傳承客家文化，同時我哋客家語言變成一個使命感，同時一個經驗。我哋都馬上歡迎伊來到我哋現場，我哋想聽伊講，喺行動我哋體現嘅推廣我哋客家話同客家文化世界。伊遇到乜個問題，我哋馬上歡迎我哋明麟先生來到我哋現場。明麟先生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哋明麟先生頭開始嘅時候同我講，伊今日啦嗬，負責講開了個嗬，我哋聽伊講，可以到到我本來西安辦過伊，還是我西安我比亞開了辦過伊。可是聽我哋觀眾朋友我哋節目開始嘅時間，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講一下講，因為頭到我哋提供其實先生開了。西安兩個如果講，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唔知教會一出身嘅背景好冇？我係新竹嘅客家人，我嘅阿爸講西安，阿妹講海陸腔，所以吼我是兩種詞彙講啊。不過吼，那阿妹講係法下多，所以我參加客語認證係先參加海陸腔嘅。嗰時客語認證先開了，係我咪要參加西安腔嘅啦，是到學校我平常係教學生講。海陸腔，因為從我民國97年嘅時節，我係到國小線上做教學組長時節，我同學生去參加客語比賽，我即個是順沙報名客語演講比賽，冇想到我實地到第一名嘅，3年歲參加嘅全國比賽，全國世界比賽教育局其實要辦嘅實習嘅指頭先生，是香港參加客語認證，落自家嘅客家話念進來，因為我讀大學以後，是香港石頭路，我聽到我嘅先生先到宜蘭人，在嗰度台南市，後冇客莊概念講客，我是當叫冇講客家話冇按春節，冇按長嚟啦，咁我指頭先生佢講，今年是去參加客語認證，所以我97年。嗰下我是去參加客語認證，先通過中國嘅客語認證，就申請到客語新傳師，一幫年就到學校申請客語憲法學校，所以我是應用到新市國小教大家講客家話。講到頭來講話，其實一路吼，即係睇下嘅客家嘅兩個地步，其實我哋明麟先生佢真係佢努力，唔單止講把以前嘅可能因為冇機會學嘅講嘅嗰個客話，慢慢地驗過來以後，最尾把嘅新市國小變成一個客語嘅一個生態嘅學校。其實即係你即係做一個教學嘅組長，你即係開始要學客話，其實有反彈，有沒有人反彈？唔會啊！我學校當基層我教客家話其實我推廣了客語教學我係當新聞學校教育局香港客家事務委員會嘅鼓勵到基層啊，所以我很做一般來講冇乜嘅問題。嗰下我講97年嗰下係當少年度嚟講客，嗰可是教育部嗰下是要推廣嚟講本土語言啊。學生呢，一禮拜日間，先講嘢客家話，本土語言就係原住民嘅口腔嚟講。咁我做得教客家話，學校當聽啊，因為因學校係多元化，特種語言是要做得學啊，所以學校係當基礎鼓勵嘅。家長嘅時節是看到我當認真嚟教客家話，學生嘅學到當生氣，是慢慢佢哋咪會選客家話來上啊。相同都嘛要講到講，後來我哋嘅新市國小變成我哋嘅合體成法學校嘛，咁一部分變成一個成法學校嘅時節，喺課程嘅冇都講我哋嘅教材上面嘅設計會有乜個無共用嘅地方？
哦，倡议来推广因为汉语宪法学校的时节吼，我用以下比较概团吼来说明吼。第一，北上语啊，是到像爱是为审判学校教师嘅汉语教师面试吼，本学校嘅线上认同，佢是为鼓励学生去先客家话。喺我爱到爱本土语言嘅口腔，认真教客家话，得到学生嘅家长嘅认同，我信息国小嘅学生是越来越多人先客家话。第二是爱认水。认水嘅时节吼，我是到个学校学习环境布置方面吼，像学习葡萄啦、讲普兰啦，学生嘅文物展览，逐礼拜二我学校系母语日，赵信涛收听那时节，我也是会编客家音乐，学生嘅一篇收听一篇大概客家嚟当神奇啊，韩国嘅学习法统方面该是为盘当到嘅母语日客家话先导教起来时节，我还会要翻译讲客家话高管法统，鼓励大家排练设置，强下来参加汉语认证啊样嘅。佢從這個來講，可能喺體階段地方都有講到講，其實體都幫我哋嘅欣賞，有認同，同時去推廣客家話。佢種欣賞嘅認同也部分嘅話，唔係用樣嘅方法本也就欣賞，佢是嚟認同客家話教學咯。我是會到學校辦嘅客家教師認識客家文化嘅認識到個認識啲度撈佢撈學校嘅欣賞不佢少解講。因為客家係用乜嘢來？客家話用嚟到用到新詞嘅客家通繞，新詞嘅客家故事講本先生堂我知道啦，尤其係嘅國小嘅階段先生嘅日記法比馬沙講嘅法是係要效果嘅學校嘅先生認同咧，佢是為鼓勵學生學客家話。韓國我可能未千3萬做事啦，我認真做事得到學校嘅認可像我同學生去參加客家語文比賽呢度，學校嘅先生呢度全部會跳出來彈手像音樂先生，佢是會教學生唱歌就到嘅手工下好佢是會彈手做客家嘅道具咁樣強下要做，佢是很難了解應該客家，佢是會去鼓勵學生雖然講我哋明年先人講，而家有幾多嘅階段，但是你會發現到講，睇佢講話時間，你會發現到講，有每啲階段地方，佢就可以看到明年先人，跟個佢發跳一樣嘅睇同嘅安尼跳嚟跳去，其實都像頭先講嘅樣，而佢失望地做。咁從你安尼嚟講嘅話，後來一到線上又去參加行業認證嘅一個考試。有我當年是會鼓勵先生來參加行業認證啦。其他講我唔係客家人我唔曉講講無爭，你是聽人，我學生我你喺度唔講時間我是講唔講你係時間強學力強你是聽我講時候咧我到嘅行業先進服務計劃嘅時節我會開行業認證班行業證強班。學校嘅先生會鼓勵佢強下來參加，我是會從教學生繞一步啦，行業嘅詞彙韓國靠行業認證注意嚟到對話，看圖講故事，講鼓勵到教佢到，你今日我學校嘅先生家長是都要參加呢。可是等於講，因為佢哋教材唔單止係教學生嘅，佢嗰邊我哋咧先生，我哋咧家長。慢慢嚟靠行業認證咧。係啊，因為學校咧按照推廣嘅行業主要係有2部分啦。一部分係行業憲法計劃嘛，因為客家委員會推動嘅行業憲法學校計劃是主要係本學校嘅先生學生認同客家到提升學校讀學客家話嘅能力，還有可能客家事務委員會佢係推動嘅。行業親近服務計劃佢本該讓做嘅母語社區，然後共強環境講客嘅機會，所以嘅辦嘅親近計劃嘅時節是要大人來參加嘅，我是咪來鼓勵學校嘅先生韓國學生嘅家長咪來參加，像嘅客家委員會我知道當好嘅一件事情佢要辦嘅
汉语家庭表扬法通。亲子是通过汉语认证吼，是就表扬吼，该大家去参加表扬个，就是去到当沙皮啊，吼，个是汉下倒个学生的家长是强下为了学客家话。但是家长嘅部分，能用嘅去影响到伊哋去认同客家，无如讲去靠认证一件事情。然后我教学生啊，认真教学生的转语技术来讲啊，汉语先生讲嘛个，汉语先生讲嘛个，家长是常常会读，我老家长讲，其实你以后讲客家话冇脏啊，你是做在学生的我迄个连个汉语朗通里头的时，你是配机啊，看机学生就认真读么？你准时的时间来接机送机，慢慢家长是话让常常见面吼，是就讲话机会，该讲话机会是佢咪谈学佢系社学，都不靠来学客家话，那是鼓励机，你咪强下咧参加那个就盘上去汉语社团吼，就该谈言设置，欢喜讲客家话嘅发通吼，我谈嘅信件。服务计划嘅时间，家长咪做得来参加啊，咪就家长强下来参加，所以是就到嘅学生嘅下就认同嘅时间，家长吼佢咪强下来参加来认证。嗰個談學落我哋呢年齡先生，以用嗰種從細年呢影響到先生，影響到我哋呢家長嘅方法，慢慢地把客語嘅一種教學推廣出去。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來自台南新市國小蔡明年先生同我哋分享講，伊啲新市國小咧推廣客語教學嘅伊啲心得。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吼，因為其實也近年來我唔管只講喺我哋咧客語教學嘅伊啲教材上面啦、工具上面啦、課綱上面咪改變。咁也近年來，把新市國小嘅伊啲教育咪有很大嘅改變冇？有哦，有咧學嘅。我學教嘅客語教學吼，本來是講個教學育強，後尾咪就一個開自然強，本學生就到記得英語客家話，就冇強壯嘅強調，用來學習吼。韓國啊吼，像呢下嘅透過吼是教育部嘅客家話課本，韓國客家通giáo教師做得，像呢下教育部其實推介親近。介演講吼，督察劇場吼，是叫希望學生吼我自家想，自家會講，所以教學上吼，是都教到對話，是像我講用客家演講來講，透過吼教學生嘅時間是先後佢哋討論演講嘅內容讓佢哋寫出文章，一句話教學生是來配三篇嘅客語演講。是做得手動來聽，是講來聽是做得的。呢下是該做按照親近式嘅演講，學生必須30分鐘以前，手動時間漫畫嘅題目，佢哋在自家想，自家講出來。韓國講出以後，評判先生係會落去問題，叫用客家話來回答。所以該教學堂嘅時間，我是做唔得是按教課本啊，用通giáo片，我一天來撈社會學教下簽到啊，教下到嗰度，本自家學生啊，自家去想，去發想，用對話度咧嗬，是正式說落去客語生活化。但是有部分人哋講，其實明年先生已經退休了嘛，嗬。咁退休前同退休後，而家教學嘅方式有冇同樣冇？其實吼，我講喺我哋遐退休咧吼，我是做客語志工，係客語紀念教師啊。就應講啊吼，我退休咧吼，好時區吼，按間區吼，喺我轉去學校上客家話課。參加是新的重點會吼，好時區按新區呢，冇咁錯啦。呢下吼，
上汉语课嘅2个重点分，是细细的。他讲创创是系到学校做志工，就先天是冇哦。不过我知道，你嘅人生要假设，未假千天天。像你下，全部一世来钱，可是我教导当强，所以我知道我嘅人生假设当过。该价钱好，我是唔会去收你啊，因为我呢下退休嘅人生计划是系有效我嘅热爱，老推广汉语教学，我读拼班是做咧看到未来，样呢我知道当好啊，退休前汉语教学系我嘅工作事业，退休后汉语教学系我嘅职业啊。相信觀眾朋友聽到一片，唔好感覺到佢感動，我頭先我哋面面上講嘅啲，我因為佢有駕車嘅地方，講人嘅駕車都好唔係金錢，係真係係以這個對一份工作嘅一個認同，就變成以前係工作，但是而家係一個職業，但是我想請問，因為頭先你講到一啲學語嘅資源教師、資源教師，咁係同一般嚟講啲嘅學語嘅宣傳是有乜差別？漢語語言教師佢係講你要當然要去傳傳通過漢語中國嘅認證，去教育局嘅部分參加教學嘅面試經過教育局嘅認證，這樣會變成漢語資源教師證書，咁樣做咧到學校教書。該漢語宣傳師嘅時間是係當然一定未有通過中國嘅認證，韓國到學校教漢語教學5年以上，甚至有2個時間做咧啦客家委員會申請了漢語宣傳師。其實到台南台鐵漢語線上是讓我強調係漢語語言教師，也係漢語宣傳師。我知道做得安樣講啦，漢語語言教師係從學校一般嘅檢課嘅線上，漢語宣傳師除了漢語教學，還有就是份漢語語言傳承嘅責任感、老使命感。但是其實你這個名利先生做嘅路唔單止係漢語資源教師，你還要工作路唔單止講你這個教學嘅資歷，你還要教學嘅內容，其實都已經到漢語宣傳師嘅資格了。有啊，係啊，我就算是講啊，我咪係漢語宣傳師啊，是係講你要到學校教書嘅時間，因為教育局經認證嘅，嘅教本土語言係本土自然教、本土語言教師啊，嘅漢語宣傳師係客家委員會認證嘅，本土語言教師係教育局認證嘅。咁你像按當年來一次聽你教育嘅體現的推廣客家話，你這個有嗰種影響幾層嘅學生嘅冇得加重。我先講就當生詞嘅故剛剛因為到學校等的講嘅客家話，像學校先期設下時間，我是會講客家話嘅先導啊，我讓學生呢個看到唔係講先生好，先講大家好。要擺我見過人員生嘅教學時間，個人員生係誰來嘅？當有禮貌哦，看到我是講先生好，佢順頭嘅誰啊冇要講，佢咩先生啦？我聽到不起勁誒，我教學20年咧，讓我不如則誰啊冇要講，我咩先生咧？我是聽下腳步，同佢用班講，結果啊，個誰冇要撈個誰來講，佢係大家好啦。其實講到學校讀大家是看到我是講客家話，畢業後嘅學生呢，未記得咯。有一擺我讓我先生去個南浦科學院去個餐廳食飯，餐廳嘅服務人員一看到我是講大家好，原來係我先是國小畢業嘅學生呢已經安排咧，佢看到我講出我係乜嘅先生，顛倒記得我是係大家好而講客家話。你係我知道當場嘅一件事情。我哋啲明年先生，你做大家好，一件事情係連強。係，我手邊到客家話嘅台名詞咧。係啊，咁係用咯，唔係用這個影響佢成為嘅故事。喺呢個是講，一個係講咧好新詞嘅故事，我咪知道學生咧當校講客家話記得講客家話嘅當場。像家長方面嘅時間我是為了鼓勵啲學生咪講強校咧參加漢語認證啊。你唔曉講，可是你做得配學生嚟講
像我教过按到我教过按到嘅學生吼，我係本人一隻吼，做某人報強子嘅工作吼，因為除了國小嘅先生、國小嘅學生呢，佢哋啥學家法以後到國中、高中，嚇所以上來上學。3年學嘅時間，我一天是能3年教機，我做義工唔是錢冇賺，是像就教學生呢按到抗進榜，佢哋係讀高中嚟哦，佢國小2年生嘅時間是睇人愛學客家話，4年生嘅時間佢當然進當什麼，佢阿爸係紅龍人，阿妹係大陸來嘅新住民。佢2年生嘅時間開始睇人愛學客家話，當然進當什麼哦。所以佢國小4年生嘅時間，佢是得到台南市客語演講嘅第1名。4、5、6年生嘅時間，都有參加全國嘅客語演講比賽。到了國中，佢講佢後來參加客語比賽，學嘅冇客語先生講冇爭，我而家冇客教。國中佢咪還有參加客語口說藝術啊，還有小小介紹人，客家天上短片也都有比賽。佢阿妹佢從頭開始老人講，當時冇按教機，阿母也是佢家冇卡教機，所以緊幫一下，讀高中咧，佢做得到學校主持音樂會，到個台南野球場開幕主場哦，佢阿妹從頭是老人講，你也是從細聽愛學客語演講練出來㗎。學生啊，嘅緊幫佢公園過節，佢咪喊佢弄來來我門口，看學生嘅家長啲得感恩，我咪知道教導當歡喜。一定如果也要學生嘅學客家話以後吼，伊唔單止學嘅一啲新嘅語言，同時也要新嘅語言嘛，比如啲無腔嘅一條路可以避行。因為咁樣講，一般來講嘅話，可能如爸爸媽媽可能好多年，好會講一些好多話，但是還有嚟學華語。但是今日幾多生人呢，因為學客家話以後，伊可能會有無腔一啲工作嘅一啲機會，好一點對。嗰種像即個係睇。我哋講客語推廣嘅體現地方，你即個意味講，細人嚟多學一啲話，多學一啲客家話，又係咩好處添啊？我從頭好老學生講，你多學一種語言嗬，多學一種語言係多一種能力，像因為客語人真嘅講過啊，譬如講啊，幾時到咧？你係介紹用客講嗬，像有一擺我客人嗬，向下去日本了，咁你相信？講到這個唔係本人談嘅事情，是所以用客家話講啊，該是都常常是老跟他講，你學客家話挺神奇哦，你來參加客語認證，多學一種語言係多一種能力，用來鼓勵佢哋啥，該家長咪當認同，我該講係話，因為我當注重嘅親子合作，我常常為了家長教訓，我嘅想法看法，用老跟他講，跟他係冇錯。多學一種語言是多一種能力。冇唔錯嗬，因為其實這個唔係講喺擺未來嘅社會可能會有樣嘅轉變。有啲人講，我細年嚟講華語講幾好都好啊，怎麼往客家話咯？我哋明年時常同人講，唔可以一種方式，你喺擺要多一種能力，同時可以啲機會。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台南新市國社會產業林先生，同人講，以前20年嘅一個客語嘅教學嘅一個成分地方，而係用嘅一種形態同一個做法。我做請問一下，咩頭都好，我哋本來一個主題，但是我哋一想到講，睇下個節目地方，我哋同客家人講清楚。因為講一般來講，我哋以前個習慣咧，乜嘅客語嘅演講啦、朗讀啦，但是也見人有啲新嘅發展，可能就突襲。劇場，但你有冇同我哋廣東朋友睇我講一下講，亦係一定用嘅比賽嘅方法，同時又有評選嘅方法，係樣嘅咯。
其实吼，我哋去年吼参加了本土语言嘅拓展剧场吼，係拄好拄到嘅啊。因為吼，我17號是有訓練學生嘅演講嘛，你下屆情景式演講我是有報名參加全國情景演講品行嘅演習，該大家咪等我上來教學上場嘛吼，中央府教授，然後教育部嘅課長，其實就當鼓勵我就去參加拓展劇場，拓展劇場吼。之後是有老個客語情景演講吼，有到場吼，其實唔過佢係唔係單三嘅比賽，佢係團體叫6到8聲音嘅比賽，佢係到強班學本土語言嘅學生嘅啲位度，學大家強下來發想，講睇主題以後吼，拼盤線上會一改，來對個主題嘅內容吼，然後其他問題。大家是當知道，佢是愛撈個客語憲法，安樣係當好嘅。我參加了平行面試吼，是大家認識嘅客語先進啊。大家是講安樣係錯嘅方向，我未知道安樣當正確，我未想安樣做，所以我專做學校嘅時節，我是讓我嘅學生去講，你好，你下來唔好單沙參加客語演講比賽，你強下撈。自己同學吼，強下來去參加全國賽。其他咪講好啊，強下大家強下來參加安當好吼。所以我是演批是簽主題，家下批出來時間以前當演蟲啊，我下是用視訊來會上課嘅方式吼，來幫其他發想。我係先個放牙齒一隻主題吼，來做咧拓展劇場嘅主題吼。我是細漢學生啊，我規定其他，你睇即個係上問題哦，吼像安尼向下討論呀，放牙齒嘅時間，比如講，你做乜個放牙齒呢？吼，該你要讓別人來保護你牙齒嘅空間，韓國本地部係個就係專門嘅客家用法嘅時間，吼你平常你話讓別人來講，反正我是其他即個係想，即個係明。因為吼學生啊，自家去想，讓別人講，用現象吼為客親，我落其他，我是係大人其他來討論吼，韓國啲當好喎，你本來係講6到8聲音嘅比賽，可是是開始嚟討論嚇，全班嘅同學在統一到嘅地位度，最尾就係講6到8聲代表來參加比賽，該其他自家去想，自家去面。你印象當起來時節吼，該回答嘅時節是還有信心啦，嚇，該我哈是安樣是安樣做啊，做是錯嘅啦，結果我當行人吼，真是真得到台灣市體入面教育局嘅咪當中心，因譬是讓我安排10月嘅指導先生，當然正教我有啥。該家長學生我係學生該家長你吼咪從校來聯繫咯，吼因為你轉去吼上次做得啦學生講嘛吼，該我哈用家長禮拜日嘅時間吼到學校實忙聯繫，吼所以到全國賽比賽間日學生吼就攞平時嚟聯繫吼講出來，一對呢個拼盤線上問嘅時間，就當個問題係幾啦批出嘅時間。自家想出來嘅，所以回答嘅咪當順利。但係我嚇到新竹轉推那個路行，看到名站講，我嚇要打燈咧，吼大家吼跳鬼叉嘅人吼，跳到吼叉櫃檔吼，叉櫃檔所見睇到，我都係教長聽到明，因為打電話讓我恭喜，吼講我嚇當好反正就講啊，大家是跳到哪唔得。因為安尼談好真是無簡單，因為我哋常常我聽到談到講，台南好容易嗰度，吼，台好容易嗰度，講客話語嗰少，但是我哋對面面現場一啲講法地方，你會發現到講，其實根本都唔係講，都係客語嗰度還是客語嗰少，係你即個有用心去推廣喎。但是也要拓展劇場地方，伊最要求嘅路係你體驗，你係咪可以生發地方嘅事情可以講出來。聽你係咪現場啊？等你平時冇問題嘅時間，唐人式做得唐人式，做得用客家話來演。嗰種一部分對客語嘅一種長途嘅要求，變過高呢？
伊咪真是用配的咧。佮创业着细年的学员的长途的要求，唔平常用去练习咯。介好，只是讲啦，推档3分钟，推下10年功啦，大家真是当认真来练习啦。我主要是用汉语认真，汉语认真佢就该看图讲句看图讲个出来，佢就该对话嘅练习。我是用该汉语对话练习，见到其他啥教，教其他啥本家去讲，嘿，拄到了问题，你要用别人讲，其实像透过个你讲个。汉语演讲，我拉学生讲，你迄个唔记得，你做唔得听到解哦，一听来3年讲下去啊，个学生咪当定音声哦。其实我讲，先生我唔会讲啊，我是会配啊。个你下像督察剧创业者个是即个会想，即个会讲，香港你看到谈的是批判性上客家话问你个问题，你所来用客家话讲出来，个是真实。我用当的时间来让其他乡下练习，真是家己话推档3分钟，推下10年功。我唔错，尤其喺我哋咧现场真的是唔单止花10年功所以如何即个在推广客家话嘅，伊哋教学嘅，伊哋过程里边，你即个有遇到某个困难冇？你讲你即个有上一个检查嘅几年？其实我当感谢该学校嘅。教长啊，教育局啊，个客家事务委员会当支持我鼓励啊，我总感觉讲虽然我很做，大家是会听收。像汉语宪法学校，当然该方式的时间，温彩涛、温少平、穆年润委员，个我那个郑文庆教长其实我本来当多该鼓励，老支持刚才讲样板指头像该。推动该民众使用客家话嘅汉语现金服务计划，我哋推咱是个客家事务委员会嘅固收费主委佢特别其实话召开嘅汉语宣传室嘅座谈会，谈下讲鼓励啥来教民众使用客家话，就咧到客家台路里头嘅指头嘅鼓励我是。走是唱。观众朋友，谈到一片，你会发现到讲，虽然说讲我哋咧明理先生讲嗰度几年啊，或者态度，其实你会发现到讲，其实明理先生以这个方式表现出来，如一种对我哋客家文化的一种传承的一种使命感。因为我如果想讲，其实都在对传承客家文化，冇得推广客家话一件事情，对明理先生来讲，係一定用嘅一啲建议，冇得讲用嘅一啲想法，比如按用力来推广也是一件事情。我认为做个客家人对自家个汉语文化个创新就该种使命感、老责任感像该教学生呢像唔会讲客家话到一句话、一段话。做咧讲一篇文章，像我会讲客家话嘅学生呢，就得用当讲嘅客家话，朗读出一篇嘅文章，讲出有感情、有内容嘅演讲，我知道当欢喜。我希望到台湾呢一只土地党冇强人嘅话做得强下开，方向传遍大家为所。所以去到推党教大家讲客家话是我最强嘅事情。我也希望我嘅。阿爸阿妹，希望记得上爱、向爱、教育爱、教爱讲客家话。我希望学校界校长、主任同时界鼓励老听收。韩国，我也希望家长老学生对我嘅认同，做得强下认真来学习客家话。我希望到台湾呢一只土地党，冇强人嘅话做得强下开，方向传遍大家为所。去到台党教大家讲客家话，是我最欢喜嘅事情。因为人家其实先生嘛，喺度退休的情形嘛，人家都讲退休应该好好嘅去了。但是我哋嚟讲，其实对于明理先生来讲嘅话，唔可能去传承客家话。对人来讲，其实嘛係退休最大嘅成分。但是对未来呢，未来又係有乜嘅期望？客家人語講：恁咪注重天，茫茫注重年；恁咪注重客，茫茫注重上。我是安樣做，阿妹嘅話愛會講，注重嘅話愛創新。
冇错，其实也要精神意识睇外人，他真是什么的客家人的心中啦吼。一部分睇节目都最慢的吼，或者唱歌也欣赏。看到讲今日有外人的朋友看到今日节目，然后因为讲明年欣赏的精神可以值得去学习，而嘛要变成一个行业宣传师，冇那个行业的资源教师。以安样去开始也要替父母讲以安样去准备啊。其实当然是参加行业认证啦，吼，你参加行业认证吼，捞一家客家话，念转来，冇是系捞客家话吼学起来，你就该基本行业认证嘅能力，吼，中国经验能力以后，你是做得生意学教书教好你10个你做个现场行业宣传师，这篇学像咪强用教学上状啊。吼，一篇学，一篇是我做得老个即家个客家个进心吼，硬强个进心，唔系讲硬学哦，系坚持到大家硬强进心吼，发挥出来。看今日节目，观众朋友，我发现到冇，我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就讲到讲，而家嘅客家人口认同客家人口其实係越來越多，但是上班咧我哋講客家嘅人口係越來越少。對今日我哋嘅節目地方，我都發現到講，其實明年先生睇啲客家人唔會過度嘅台南市去推廣客家話。我哋從頭我認為講，我哋喺個地方冇揾到客家人啊，嗰時我哋冇辦法學客家話。但是明年先生今日嘅故事同人講，其實即個唔係講，我要睇啲客人嘅環境地方，讓我講客家話，嗰種有嘅心，有嘅想法。嘛可以影響到特別嘅同學啦、同事啦、家長，全部要學客家話。安尼下一擺客家話唔單止我睇客家嘅長度地步去流傳，同時某部唔係客家人咧，認同客家人咧嗰度，安尼其他嘅族群，把我慢慢嚟去講客家話，認同客家話。當然今日我哋會感謝明年先生，聽我哋推廣客家話，體現安努力。今過感謝明年先生到現場度分享唔同客家話推廣嘅故事。希望主持人，希望大家休息一下喎，等聽下你先下來強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